5月9號母親節，大家有冇諗過去邊度玩？咁熱嘅天時，我梗係要推薦大家去海邊。我哋美食之旅啊，喺惠州嘅海邊包咗一間靚酒店，酒店入邊總共有3個泳池啊，而且晚黑有海鮮自助餐。我哋中午12點鐘食飯，有葱油雞，有燒雞，有檸檬鴨一隻，仲有客家炆豬肉、吊水鯇魚，仲有客家豆腐煲。你睇下啲餸菜係咪好正呢？食完飯我哋返到酒店，酒店總共有3個泳池咁多嘅，好好咁享受一下夏日嘅時光。如果你有帶小朋友嚟嘅話，酒店就有泡泡池俾小朋友玩噶。我哋返到房間入邊睇睇，房間足足有600尺咁大噶，而且又新淨又靚。如果有需要詳細行程嘅團友，麻煩你喺評論區留低母親節呢3個字，我哋將行程信息發送俾你。另外嘅話，我哋女士報名仲可以勁減100蚊嘅添。到咗下晝嘅5點半啊，酒店仲提供豐盛嘅海鮮自助晚餐，特別加咗木瓜燉燕窩俾到各位團友食嘅。食完晚餐啊，我哋美食之旅仲請咗專業嘅打鐵花舞火舞嘅表演俾我哋睇，晚黑仲舉辦篝火晚會。睇完表演啊，我哋美食之旅嘅導遊仲會準備煙花俾到各位團友放嘅。如視頻所見啊，呢啲加特林都係我哋提供俾團友嘅。最後酒店仲有包埋宵夜俾到大家，想嚟嘅快啲報名。